樹輝傾。各位早晨，歡迎收聽香樹輝傾。今日我哋訪問嘅嘉賓就係香港出口商會副會長鮑傑君先生嘅吓。咁鮑先生呢就係香港出口商會副會長，本身呢做家庭用品同埋啲禮品嘅吓。但係昨日股市係大跌啊，美國股市係大跌咧，就話中國匯豐嘅中國 PMI 初值喺12月份啊49點幾喎，低過50，哇！當堂引發到股市大跌。PMI 當然就同呢個出口商有關啦，即係如果喺內地嗰啲工廠訂單唔係好好啊，出口唔多掂啊，咁呢個 PMI 嘅個值就會跌落嚟噶啦，升超過50就梗係叫做好啦，跌過低過50咧叫做唔掂啊，唔多妥啊，咁越低啊越壞。咁問下鮑先生，你哋係身居前線，自己接單嘅出口最知嘅啦，而家啲出口訂單點咧？工廠嘅訂單又如何咧？早晨，早晨，各位聽眾，係關於就喺度就提到嘅咧，就接單嘅情況啦。咁其實就喺過去嗰2年呢，就個喺成熟市場咧都係慢咗落嚟嘅。係咁，所以你接單緩慢都係影響咗嘅。咁但係見到個出口數據咧，就係整體2013年對2012年呢，就有微升嘅。整個出口數據就有微升4%嘅百分點嘅。係咁，但係喺見到個分析嗰個地區性咧。喺嗰個美國啦、美洲啦北美咧美加咧就係都稍為跌咗少少嘅。但係應該跌咗嘅嘢都應該明年2014年我睇到就係應該都比較回穩，因為過去幾年都消化緊啲壞消息啦嚇。係你咁即係呢個你睇翻起上嚟啊，咁2013已經過去啦，最緊要睇2014啦。咁2014嗰啲接單嘅情況預期會唔會理想咧？應該喺2014咧，整體個環境咧就正如講咗係佢哋個吸收咗好多壞消息啦嚇。咁喺個成熟市場咧，喺歐洲同美國咧應該都係回穩。我哋嘅業界都覺得係2014年一個比較平穩嘅，應該慢慢可以睇得到向上少少嘅。呢個咪會好啲喎？你哋嗰行係冇錯。咁好啲就得啦，大家高興啊！好啲大家有心機做做生意訂單好咗咁有機會咧，就話有啲心機咧做其他嗰啲額外嘅活動啦嚇。譬如話香港智型禮品設計大賞。咁你係閣下召集人啦，咁而家訂單嘅問題如果有睇好嘅話，做呢啲開心啲啊！咁呢個香港呢個智型禮品顧名思義都係講禮品噶咯。香港嘅禮品展呢，喺會展舉行呢都好大型嘅。咁呢行而家個禮品展嘅禮品業嘅何謂禮品業？首先係包括啲咩行業咧？差唔多樣樣都做得送禮嘅，點解有一個禮品業咧？冇錯，我哋禮品咧，其實就話喺住我哋個大賞嘅名稱咧，就點出咗個即係主要嘅地方啦，就係智型啦。咁智就要即係 smart 啲啦，即係醒目啲咧，做啲好嘅產品出嚟啦。咁型咧就係營銷啦。咁唔係淨係設計咗出嚟咧，設計咗出嚟仲要揾個好嘅渠道去營銷，要切合埋一齊先，大家做到生意。我仲要你廣東話，你夠唔夠型啊？智型係你啦，嗰個智型啲。係啦，唔係嗰個智型，所以大家要努力啲，就係點樣去做，所以我哋亦都喺嗰個大賞度咧，就做好多推廣，希望揾到一啲機會咧，俾個出口商啦，咁就可以推廣市場啦嚇。咁呢個你哋搞呢個智型禮品設計大賞啦，每年多唔多人參加？多唔多廠商參加？你呢個個人為單位，還是以工廠或者係出口商為單位？我哋去年呢，就以2個組別啦嚇，一個呢就係公司組別，公司組別呢就需要有產品嘅，即係新產品推出市場啦，有產品嚟嘅。咁另外一個組別呢，就係學生組，我哋希望就可以誘發到啲學生呢多啲投入個設計市場咁就學生組就喺意念嘅。咁佢哋都有大概學生組都有平均下過去嗰2年搞咗啦，有60至80個學生啦，即係學生嘅就係作品入嚟啦。學生組點可以稱個學生組咧？學生對呢個禮品嘅認識有幾多啊？其實我哋最主要因為我哋個行業咧係成個行業都要轉型啦，喺個出口嚟講啦，我哋轉型就從 OEM 去轉到去自己有設計產品啦嚇，除咗就有自己嘅品牌添啦咁。咁相對就係學生就係將來即係設計學院嘅學生咧，將來就係我哋啲新血嚟噶嘛，喺個行業度。所以我哋即係如果大家行業就望遠啲嘅話咧，我哋需要好多
新血採取得嚟支持我哋發展呢個行業啦嚇，亦都整個香港，如果我哋想打造佢成為一個設計同創意之都咧，咁啊人才就不可缺乏噶啦。咁呢啲學生啊，多數係咪讀緊設計啊，還是好多個學生咧？冇錯，目前佢哋大部分都係讀緊設計嘅，但係我哋都容許咧佢係有興趣或者佢有天才嘅。咁就可以自己可以亦都可以總之你中意參賽就得啦。冇錯，因為會評審噶嘛。係咁啊！你如果認為有資格打敗嗰啲設計學院嗰啲學生，咁啊即管嚟咯。都歡迎啊！咁今年我哋又多咗個組合組別啦，就係希望喺個市場度咧隱藏咗嘅一啲年青設計師咧，如果佢係自己做緊嘅，或者佢有咁嘅才能咧，佢亦都可以咧。參賽嘅一個組別係一個個別嘅年青設計組嘅。呢個變咗公開賽噶咯喎。公開賽學生組，一個公開個人組，一個就係企業組喎，係咪三個組啊？冇錯。咁啊，三個組啊，邊過往以翻，譬如以2013年為例，邊一啲組別嗰啲產品啊更受歡迎呢？個組別咧就唔同嘅，因為公司組咧真係有產品出嚟嘅。咁就產品方面咧都好闊嘅，產品方面就。我哋以往都係啦，即係包括晒你啲一日周居嘅時間都喺度，包括就喺屋企啦，家庭嘅禮品啦，就工作間嘅禮品啦，同埋你唔喺工作唔喺家庭就還晒啦即係休閒還晒嘅禮品啦咁樣。咁今年我哋又加多咗個環節咧，多咗一樣嘢就係節日嘅禮品。同埋即係以前都有宣傳品嘅禮品啦。咁節日禮品其實香港都。做好多嘅，咁就呢個加插落去，希望就引發多啲人去參與啦。咁個程序係點嘅？程序就係啲參賽者自己就將自己啲作品遞交俾你哋呢個大賞嘅組織委員會啦嚇，咁啊工作小組啦，咁然後你哋就揾裁判嚟逐個睇，咁啊冇錯，我哋定咗個裁判日期嘅，即係。要邀請外邊啲裁判，有本地啲出名裁判過嚟噶嘛？咁我哋將會喺3月16號就截止，而家就歡迎報名嘅。3月16號截止報名。咁今年嘅裁判同舊年嘅裁判有咩唔同啊？我哋都有一部分，希望每年都有一部分裁判呢就保留佢有個延續性啊嘛。咁又亦都加入啲新嘅。有邊幾位舊年做過，今年又做呢？大家都好熟悉啦，近叔啦近叔就好出名啦。咁近叔咧，今年呢就。今年就換咗阿劉生 Freeman 劉啦，咁就都係嗰個劉少康，係啦，劉少康啦，即係佢嘅 partner 啫。係啦，咁佢都會就咁跟住日本一個美國喺日本嘅設計師咧，仍然會繼續做我哋嘅你今年呢個都幾睇翻2013年你嗰個評審團啊，睇落去都好有權威喎。因為都係平衡噶，有學界嘅權威啦，就有業界嘅權威啦，仲有。喺啲採購方面大公司嘅權威啦，咁即係各個方面都係我哋自營啊嘛。做咗出嚟都要賣噶嘛，咁所以各方面睇埋有大行家啦，舊年靳埭強，今年劉少康，咁呢啲設計大行家啦，咁又有啲教授級嘅人馬啦有啲外國嘅設計師啦有啲國際視野，但係做咗出嚟咋嘛，肯買先得㗎，所以你又揾啲採購部嘅冇錯啦，公司採購部負責人，咁都各方面都兼顧到咁呢個做起上嚟，咁以往參加人數坦白講熱唔熱烈啦？還是圍威啊？都唔係威威嘅，我哋係公開嘅，就冇圍威參加嘅，佢哋都好熱烈下嘅，有幾十間公司，同埋過去平均都有差唔多有超過200個產品啦嚟參賽嘅。咁有冇分豬肉獎嘅咧？呢個咁就得意啦，因為咧我哋班。評審咧好嚴格嘅，好似舊年咧就唔分豬肉嘅，即係佢哋認為咧就唔到，譬如我哋金銀銅咁嘅樣啦咁有啲情況就係佢哋認為哇都唔係好夠水平喎，咁冇咗個金只有銀銅都有嘅，所以就係非常認真嘅。一定冇分豬肉，冇分豬肉嗰啲各個界別嘅人咧就都好公開，咁我哋評審個分數都好明白嘅。咁好啲，咁樣先至係真正咧促進香港個設計嗰方面嘅前進如果分豬肉咧，咁大家冇乜刺激。講關係啦，嗰陣唔係講自創意。呢個唔使關係嘅，各位有好嘅產品上嚟咧，就好有機會得獎啦，就唔使話靠拉關係先嚟嘅。好啊，咁而家先休息一陣。